凌晨5點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後生嗰陣，試問有邊個唔通頂？Party 完劈完酒之後，梗係再整返個麥當勞先啦。由細到大，垃圾食物都係我最中意食嘅嘢，漢堡包、薯條、pizza、麥樂雞。以前去親快餐店，每次都食3個漢堡包先夠。朝頭早梗係整個沙爹牛通粉凍鴛鴦，夜晚睇電視再叮返個點心。食個杯麵，去到30零歲開始，因為工作，因為社交，我運動少咗好多。老實講啊，其實係直頭冇啊。嗰陣時明明冇做啲好特別辛苦嘅嘢，但係個人永遠好似冇電咁。明明瞓咗覺，但個腦成日毛毛地。好多人以為人生最重要、最需要追嘅嘢係錢、係財富，但諗深一層，其實身體先係你最底層嘅資產。當你身體如果萬一開始出問題，其他嘅所有嘢都會失去晒所有意義。我好記得27歲嘅時候，我有一個同齡嘅朋友，因為身體出現問題而過咗身。佢離開之後，我不停細心反思，佢身體嘅問題同佢嘅生活模式習慣有冇關係呢？當年嘅佢好搏命嘅，真係誇張到暈。因為工作，佢食無定時，一日飲5罐可樂，每日瞓4個鐘。日日都撲嚟撲去周居勞動，雖然工作帶到俾佢滿足感同埋無限嘅快樂，但係最終，以前細個我哋往往用健康嚟換錢。諷刺嘅係，慢慢步入中年之後，好多人往往開始想用錢嚟換翻健康，買呢樣嘅 supplement 啊，嗰樣嘅產品啊。你行入萬寧都見到啦，嗰兩行啲補品多到，我哋由細到大，大人成日驚你食唔飽咁。成日都同你講食多啲啦，肥啲靚啲啊，你太瘦啦。諗深一層都合理嘅。上一代其實根本冇乜健康嘅知識，而家大家講緊嘅蛋白質、睡眠、新陳代謝，其實佢哋都冇乜概念。中國人文化太注重食得飽，忽略咗係食唔食得啱。其實好多病根本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長年累月慢慢累積翻嚟嘅。而家明明資訊多到爆炸，人反而越嚟越唔健康。以前我成日笑啲長輩啊，啲 uncle auntie，見到佢哋呢越嚟越肥，每年出嚟影相嘅時候呢，硬係個碼就係漲咗少少咁。咁我又問自己，大鑊啦呢次。咁我再大啲嘅時候，係咪都會咁啊？所以其實好早我就開始有一個好奇怪嘅習慣。嗱，聽咗唔好笑啊！即係每個年頭呢，我都會去自己磅一磅，跟住去到6月、12月，我就會 check 下自己有冇重咗。如果有，我就會死力咁用2至3個星期減磅，去翻年頭嗰個磅數。嗱，真係 work 嘅，起碼唔會一年一年咁失控肥落去先。第二樣嘢就係嗰陣時我會諗，如果你到50歲啊，你先要一次過減翻去你35歲嘅時候，其實真係冇乜可能。仲要好撚辛苦添。當時我呢個舉動呢，其實只係我唔想似我啲長輩啊。我冇認真研究什麼係真正健康，做得啱唔啱。咁去到呢個位要講講經先。Stay with me。如果要追溯翻人類本身嘅體質呢，其實我哋身體根本唔係設計日日食到咁誇張。原始人嘅年代，好多時1個星期先真正食到有1餐2餐肉，因為要打獵啊嘛。平時主要都係食堅果、果實。換句話講，嗰陣時嘅人類身體其實長期處於某程度上嘅空腹狀態。而家嗰啲人呢，就叫 intermediate fasting 嚇。不過當然而家個世代同以前唔同啦。而家我哋乜都隨手可得。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呢個世界，我哋其實只係一直俾人教育到要1日3餐。而最可悲嘅嘢係，根本充斥住令你唔健康嘅嘢，超加工食品啦，高糖高碳水，城市人又長期返工，成日坐喺度，根本唔係人類身體原本設計出嚟要適應嘅生活模式。呢啲因素全部其實都會影響荷爾蒙，影響新陳代謝，影響你嘅脂肪積聚，影響你嘅心情。有幾個重點，我覺得人去到某個年紀真係要值得留意下。不過講明先下，我唔係醫生，呢啲更加唔係什麼健康建議，純粹係我自己睇過啲書、睇過啲資料，或者自己嘅生活上嘅一啲體會啊。第一啦，
最恐怖嘅其實唔係脂肪，脂肪其實都有分好脂肪同埋壞脂肪，好似牛油果啊、三文魚嗰啲，其實都係相對健康嘅脂肪嚟。另一方面，好多加工食品入邊嘅反式脂肪、加工油脂 （seed oil） 就可能對身體冇咁好。不過呢啲我唔講太深啊，有興趣大家真係自己去研究下。第二係關於肌肉，人去到某個年紀，肌肉流失嘅速度係會加快嘅，而蛋白質嘅攝取原來比以前仲要好多。其實一個人每日需要嘅蛋白質大約係你體重乘1.2至1.5，即係話如果你係70 kg 嘅話，每日其實要攝取大概84至105克嘅蛋白質。第三，其中一個幾重要嘅概念，不過中國人好難做到嘅，就係真係要減下啲粥粉麵飯啦，啲碳水化合物太多啦。因為你長期食得太多糖分同碳水，身體就會習慣咗不停用糖嚟做你嘅燃料。如果你慢慢減低碳水攝取，身體其實可以開始學識用脂肪嚟做能源。第四，又有另外一個概念，就係進食時間窗口，並唔係以前成日聽人講少食多餐，一路食一路食。因為其實每一次食嘢嘅時候呢，身體都會刺激到胰島素嘅上升。即係老咗之後糖尿病最罩忌嗰樣嘢。如果你成日不停咁喺度食零食，食完晚飯又食，夜晚一路食宵夜，個身體其實好難正式休息。我而家自己一日只食2餐，第一餐係晏晝1點開始，到第二餐就我嘅晚餐，其他嗰啲 snacking 啊、宵夜啊、食雪糕啊，全部都戒晒咯。呢個題目都有少少爭議性嘅，但近幾年真係有唔少嘅研究指出，適合嘅間歇性斷食對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健康，可能係一種更加自然、更加健康嘅生活方式。5. 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運動真係變得越嚟越重要，唔係因為要操到大隻，唔係因為要影靚相，而係為咗令身體可以正常運作。最基本，其實每日行返8000至1萬步，又或者做30分鐘運動已經好有幫助。另外，尤其是過咗40歲之後啦，重量訓練 resistant training 啦，其實好重要。一個星期做返2-3次，因為人到某一個年紀，肌肉係會自然流失嘅。最重要係要保住啲肌肉，保住你嘅體力，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生活質素。6. 仲有一樣，我覺得成日俾人低估嘅就係睡眠，尤其是香港人真係太習慣夜瞓。其實睡眠唔係休息咁簡單，而係身體同大腦需要時間修復自己，開始學識早瞓啲，有意識咁俾自己一個完整嘅睡眠。每日認認真真瞓返7至8個鐘，對精神、情緒、荷爾蒙、新陳代謝全部都有好大嘅影響。第7就係盡量少食啲加工食品啦。有一句說話幾得意嘅，大家可以聽聽。包裝得越靚嘅嘢，廣告越多越勁嘅嘢，其實往往都係一啲比較劣質嘅產品。尤其是而家好多產品成日喺個包裝上面印住好大隻字，低糖、100% 天然、高蛋白、高鈣，睇落好似好健康。但如果你認真去睇翻嗰啲成分表啦，同埋嗰啲營養標籤啦，好多時根本係另一回事啦。有啲只係 marketing 嘅字眼，有啲甚至本身已經係超加工嘅食物。咁第8啦，最後啦，其實好多流傳落嚟嘅老智慧喺唔同文化都有嘅。例如中國人有句嘢叫做食到7分飽啦，而喺日本都有一個幾出名嘅概念嘅，就係食到8分飽，人可以活到80歲。嗱，咁唔係什麼科學研究得出嘅，但背後嗰個概念其實幾值得諗。而家好多人食嘢食到頂住晒個胃，頂住個肚先肯停，但其實你嘅消化系統、你嘅器官全部都係超負荷嘅工作，食到啱啱好，俾個身輕鬆少少，有時反而先係對自己最好。健康由頭到尾其實都係靠長期嘅習慣，開始做運動，開始學下睇嗰啲成分表啊，多啲蛋白質，少啲碳水化合物，少啲糖。你要知道，原來肌肉好重要，睡眠好重要，多啲天然食材，少翻啲加工品。
人真正嘅財富從來唔係淨係喺個銀行戶口度，健康其實先係人生最貴嘅資產，大家真係要珍惜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感謝。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啊，拜拜。